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咧又再講下 Winners Legacy 有幾好。其實 Winners Legacy 咧係運動員或者愛好運動者嘅一個好好嘅伴侶嚟嘅。因為咧 Winners Legacy 裏邊咧，佢除咗有 MP2 磁頻之外咧，佢仲有磁力脈衝。佢個磁力脈衝咧可以令到咧我哋嘅身體咧釋放大量嘅緩衝物，減低我哋嘅痛楚。所以咧佢可以幫助運動員，譬如佢哋肌肉繃緊啊、肌肉酸痛啊，佢可以好快咧幫佢哋咧舒緩咗佢哋平時鍛鍊嘅一啲不適啊，或者鍛鍊嘅疲倦啊、肌肉嘅拉筋啊。咁同埋咧，假設運動員好容易受傷㗎嘛，你受傷嗰時有時可能韌帶啊、或者係啲筋膜啊都好容易拉傷。磁力脈衝咧係有助咧幫助嗰個代謝循環加快，加速個傷口愈合，減低我哋嘅水腫，令到咧我哋更快咧可以恢復健康，更快可以康復。所以咧 Winners Legacy 咧，除咗係女士嘅恩物之外咧，其實男士咧，如果你係一個運動健將，你好中意做運動，但係咧做運動之餘咧，你都記住要保護你自己嘅肌肉，保護你自己嘅身體。所以 Winners Legacy 都係好適合你做嘅。所以如果你係真係熱愛運動者，或者你係一啲馬拉松愛好者啊、跑手啊，甚至你好中意打而家嘅 Pickleball 啊、打網球啊，做完呢啲激烈嘅運動咧，其實都可以嚟會所試下我哋嘅 Winners Legacy， 俾肌肉鬆一鬆，放鬆下，你會感覺到成個鍛鍊係有好好嘅改善，同埋咧你唔會覺得疲倦。快啲嚟試下啦！